各位廖记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新竹县琼林乡治疗窝刘邦平，现在来跟你说这个白起疗，用我们饶平话是讲，拍狗疗是中间这个是狗的意思，中间这个也是拍狗疗，这个是植物的那个枸杞的枸，是饶平话是枸杞，枸杞的枸，音跟你这个第一个的那个枸完全同音，音跟枸一样啊。那个拍杞疗啊，拍狗疗，拍狗疗。拍狗疗，拍狗疗，拍杞疗。好，顺煞子人讲一下，这个唐夏疗刘姓是来自广东的石井乡，我们的祖先也是来自石井乡的这个中央屋传字辈到这里。我现在是帮字辈，叫刘邦平。